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9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37节到45节，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到21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到第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玛拿与信心。以色列人没有水喝，他们就埋怨上帝；他们没有东西吃，就咒骂摩西，并且就说我们在埃及有肉可以吃到饱。以色列人宁可在埃及当奴隶，却不愿意好好的跟随上帝的脚步，经历在旷野当中的恩典。领受上帝玛拿的恩典需要信心的，因为玛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首先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形状，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从来未曾知道的一个食物。除了这些以外，他们还要学习顺服上帝，因为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每一天只能捡拾1天份，多的呢将会坏掉。可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他们却可以捡拾2天份，而且竟然多放1天也不会坏掉。第3个部分呢，是信心的功课，是他们需要每天都吃，每个月都吃，一吃就吃了40年，一直到他们真正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的那一天。上帝没有亏待以色列人，也没有偏心。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来遵行上帝的诫命。昨天的经文也这样说道，上主在那里颁给他们律例典章，并在那里考验他们。他说，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如果你们服从我，做我认为正的事情，遵守我的命令，我就不用惩罚埃及人的疾病来惩罚你们，我是医治你们的上主。这是出埃及记第15章25节到26节。除了泉水以外，上帝还是在他们的物资缺乏的情况之下，提供了以色列人食物，就是玛拿跟鹌鹑。不但如此，就如同牧师一再强调的，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10个灾难，对于以色列人而言是10个恩典。同样面对疫情，同样面对困境、困难、灾难，埃及以及埃及的法老王，他们所依靠的是背后许许多多的偶像神明。以色列人呢，则是顺着摩西所介绍的上帝来全心的依靠他。这就是信心的功课。因为希伯来书第11章告诉我们，那么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够肯定。这正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领受的上帝玛拿与鹌鹑的恩典的时候所展现的信心。圣经记载说，以色列全体人民离开了以琳，在离开埃及之后的第2个月的第15日，
他们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的逊旷野。在那个旷野当中，他们埋怨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我们宁可上帝在埃及就把我们杀掉算了，在埃及至少我们可以围着肉锅吃得饱饱的。可是你们把我们带到旷野，要我们在这里饿死。上主对摩西说：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人民每天必须出去捡拾当天所需要的食粮，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看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到第6天，他们必须捡2天的食粮，准备食用。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人说：今晚你们就会知道，上主把你们领出埃及的。明晨你们要看见上帝的光辉，他已经听见你们的埋怨。是的，我们算什么？你们的埋怨是对他而发的。摩西又说：上主要在晚上给你们肉吃，在早晨给你们充足的食物，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对他发的怨言。你们埋怨我们，其实是埋怨上主。摩西对亚伦说：去集合全体人民，站在上主的面前，因为他已经听到他们的怨言。当亚伦对全体人民讲话的时候，他们转头向旷野观望。忽然看见上主的光辉在云端显现。上主对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要告诉他们，在傍晚他们有肉吃，在清晨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是他们的上帝。傍晚有一大群的鹌鹑飞来，多的把全营都遮盖了。清晨，营的四围都是雾水，雾水一蒸发，在旷野的地面上就有一层薄薄的雾一类的东西。以色列人看见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询问这是什么。希伯来文就是玛纳。摩西就对他们说：这是上帝给你们的食物。上主曾经吩咐个人各取所需，每家的每一个人只可捡拾2公升。以色列人照着吩咐做了，有些人捡得多，有些人捡得少。量的时候，捡多的也没有剩，减少的也不缺，每一个人所捡的刚刚就是他所需要的。摩西对他们说：不准有人把食物留到第2天。可是有些人不听摩西的话，留下一些。第2天早晨，这些留下的都生了虫，而且有霉味。摩西对他们生气，每天早晨，人人按照自己的食粮捡取食物。太阳发出热气的时候，食物就融化了。信是对上帝的信靠、仰赖、交托，同时也是一种自省的能力。因为相信上帝，基督徒就应该能够时常反省自己，
看看自己的生命是否合乎上帝的恩典，也就如同上帝吩咐这个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遵行他的旨意，也只有有能力反省的人，才能够慢慢的跟上上帝的脚步。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这样子的劝勉：你们要省察自己，要考验自己，看看你们是否过着信心的生活。除非你们完全经不起考验，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祈求上帝使你们不做任何的坏事，这不是要表彰我们经得起考验，而是要你们有正直的行为。即使我们被当作是失败的，我们绝对不能做任何敌对真理的事，只能维护真理。我们软弱，而你们刚强，这是我们应该高兴的。我们所祈求的是你们会成为完全，因此我们远离你们的时候写这封信，好使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不必用主给我的职权严厉的对待你们。主给我的职权是要建立你们，不是要拆毁。基督徒必须要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有正直的行为，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才能跟随上帝进入应许。诗篇105篇1节到6节，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要向万国诉说他的作为。你们要歌唱颂赞他，要诉说他所奇妙的事。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要向上主求帮助，要时时敬拜他。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然后他领以色列人带金银离去，他们个个身强体壮。他们离去的时候，埃及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害怕以色列人。上帝用云彩掩护他的子民，夜间用火照亮他们。他们要求，他们就是鹌鹑飞来，他从天上降粮食喂饱他们。他打开磐石，使泉水涌出。他使干旱的旷野水流成河，因为他记得他神圣的诺言，就是给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应许。于是他带领他的子民欢然的离去，他所拣选的子民都欢呼歌唱。他把异族的土地也赐给他们，使他们继承了别人的田园，为要使他的子民遵守他的法律，实行一切他的诫命，要赞美上主。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来依靠你，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的态度来拒绝你的恩典与呼召，让我们能够谦卑的领受你所赐的吗哪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